大家好，我係李家國何生。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公布嘅數據咧，2025年年中香港總人口臨時數大概752萬，而其中居民大概725萬，流動居民大概28萬。香港買樓市場受到人口結構嘅變化嘅影響，而今年第三季一手私人住宅買賣登記數大概5668宗，係近5季以嚟嘅高位。預計全年登記數近創6年嘅新高。而喺舊年2024年2月尾，政府財政預算宣布住宅全面撤辣，已經實施超過13年續簽辣招嘅樓市措施，亦都全面撤銷。而所有住宅交易亦都冇需要再交額外嘅印花稅、買家印花稅同埋新住宅印花稅。額外印花稅適用年期由3年縮短到2年，買家印花稅同埋新住宅印花稅嘅稅率減半，令到呢個先變後徵安排深受歡迎，已經超過有500幾宗嘅申請，亦都大大咁樣證明香港對外來人才吸引力。今年喺多個新盤推出之下，亦都一手成交預計可以維持高嘅水平，全年一手住宅成交預計可以達到1.8萬宗以上，較上一年大幅上升。而較為矚目嘅係啟德跑道區嘅新盤亦都陸續落成。咁佢嗰度嘅優點就係因為有無敵海景同埋航空歷史文化、世界級嘅體育園同埋多元化嘅康樂設施、完善嘅交通網絡同埋商業配套。而呢一個地區嘅地理位置優越，未受到舊有嘅建築限制，令到規劃上面更加有彈性，具備呢個發展嘅潛力。啟德柏維森係新世界發展同埋遠東發展合作開發啟德住宅項目，分3期發展，總共提供1305個單位，以森林浴為設計嘅概念。項目喺啟德跑道區，地理位置優越，可以有開揚嘅海景，3房單位更加係環海。鄰近 Airside 雙子匯等等嘅商場，亦有多個屋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，所以由今年5月1號開放現樓到而家已經成91個嘅單位係賣出。小學校網係34校網，中學校網係九龍城區，深受家長大受嘅歡迎。已經係現樓嘅啟德柏維森會所佔地逾7.6萬平方尺，以森林綠為設計概念，提供50項設施，包括約50米戶外游泳池啦、羽毛球場同埋天際海景宴會廳等等。會所嘅設計由知名室內設計師同埋園景設計名師主理，分5大主題區 ：Forest Meadow、Forest Bath、Forest Cave、Forest Ruins 同埋 Forest Peak。Forest Meadow 為兒童專屬主題區，內設幼兒天地、童真天地、綠林書園同埋森樂天地等等，提供多項遊樂設施、玩具同埋鋼琴室，讓小朋友發揮藝術嘅潛能。Forest Bath 係位於室外，設約50米戶外游泳池、按摩浴池、兒童嬉水池、浴林、日光浴台、池畔觀景台同埋燒烤派對區等，呼應森林浴設計同埋概念。而比鄰戶外游泳池係 Forest Cave， 區域主要提供各項運動設施，如約25米室內游泳池、羽毛球場、健身室、瑜伽室同埋乒乓球室等等。至於位於第6座1樓同埋8樓，分別為 Forest Room 同埋 Forest Peak， 提供多間不同大小同埋場景嘅宴會設施，包括天際海景宴會廳，亦設天際海景燒烤區。
根據香港01新聞業報導，中九龍幹線亦都將喺今年12月21號通車。消息人士透露，除咗連接 T2 主幹線出入口之外，其餘出入口都會開通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西接油麻地交匯處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西接油麻地交匯處，東接啟德發展區同埋九龍灣。預計通車之後，繁忙時間來往油麻地同埋九龍灣車程呢，將會由而家30分鐘減至去到5分鐘。九龍同埋城巴則開辦3條嘅行徑繞道嘅新巴士線，包括九巴來往荃灣西去到油塘33X，來往屯門同埋觀塘嘅52S，以及城巴來往將軍澳康城機場 A28X。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嘅兩面隧道出入口上方都有園景平台，可以喺鬧市入邊增添一片綠化嘅休息空間。而喺油麻地出入口上蓋園景平台面積大概有32,000平方尺，超過4個足球場，將可以同高鐵西九龍站巴士總站嘅園景平台相連，形成一條連貫油麻地去到西九龍站分層行人走廊。油麻地佐敦嘅一帶居民可以喺園景平台直接去高鐵站。今次我哋會參觀擁有呢個最闊遊艇海景之稱嘅柏維森。柏維森分3期，咁我哋今次會參觀，首先就係柏維森第2期嘅第3座 H 單位啦。咁你會見到係385尺，咁18樓左右都係，只不過813萬左右，係性價比好高嘅。向呢個西南可以望翻呢個維港煙花嘅海景。咁大家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一齊去參觀一下。大家好，今日為 M 山，咁今日大家參觀呢個3座 H 單位，咁入咗嚟門口啦，係咯，鞋櫃，鏡櫃喺度。咁呢個係385尺嘅兩房單位，柏維森，有成1305個單位嘅，有5座。雪櫃冰箱喺度啦。大家會見到呢個係全海景嘅，遲啲會有啲遮擋啦，但係只在乎曾經擁有，不在乎天長地久啊！你見到呢個開放式廚房係一字排一個 L 位咁樣，蒸焗爐咧，廁所啦，係啦，名廁，啲房都幾四方方，四正。內海啦，係啦，環境寧靜。你哋會見到望翻露台嗰邊咧係西南位嘅。我哋而家喺3座20樓 H 室，洗衣機會喺呢個露台出邊3合1嘅露台。乾衣工人都有嘅。多謝大家收睇，可以歡迎揾我。大家好，呢個咧係柏維森會所，你會見到園林共備兩大名師打造嘅會所。室外嘅泳池，室內嘅都有。柏維森1305個單位，5座組成。嗰度啲休閒設施咧，係咯，呢度環境比較寧靜嘅，所以都唔會好嘈啦。呢度細路玩嘅，呢度係第2座啦。
頭先我哋前少少嗰度第3座，你見到會所喺呢邊啦，係啦，同樂天地啊，燒烤派對啊。咁我哋行翻出嚟啲啦，係啦，咁啊就已經係出翻去出邊。咁我哋頭先移咗呢度，咁啊係啦，咁對面呢度園林會所嘅入口。多謝大家參觀啊！今日帶大家嚟睇到呢度就暫時咁多，有咩問題歡迎留言。